各位親愛嘅弟兄姊妹平安。50年前，上帝帶領我哋喺尖沙咀山林道建立咗呢個屬靈嘅家庭聖經講座。喺呢50年裏邊，有無數嘅生命喺呢度被更新，有無數嘅家庭喺呢度得着堅固。50週年唔單止係值得紀念，更加係我哋對上帝重新委身嘅契機。為咗讓呢一份愛延續，我哋發起獻堂50週年感恩籌款，目標係500萬港元。呢一筆款項將會支持教會最迫切嘅聖工。我哋會打造城市影響力中心，讓鄰里走進教會，感受基督嘅愛。我哋要安裝無障礙升降平台，讓長者能夠毫無阻礙咁樣走入3樓嘅聖殿敬拜。呢一份對生命嘅投資，你嘅奉獻將支持教會成為更明亮嘅燈塔。你嘅愛心同埋信心成為激勵後代永恆嘅見證。喺以弗所書3章20節咁樣講，聖經應許我們，上帝能照着運行在我們心裏的大能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。請與我們一同慶祝這50年的里程碑，為教會的未來建立更堅固的根基。謝謝大家，以馬內利。